小朋友哋好，今日有冇貓仔叔叔講故事時間啦？希望大家留心收聽啦。從前呢，在一間廟裏頭呢，有一位大師喎。呢一位大師呢，好鍾意蘭花嘅。咁呢，在講道之餘呢，呢位大師呢，佢又花費好多時間呢喺種植蘭花啦。咁呢，有一日呢，呢一位大師呢，佢又需要出去講道喎。咁呢，喺臨走之前呢，佢又吩咐弟子們呢，小心呢打理廟裏頭嘅蘭花啦。咁呢，呢位大師走咗之後呢，佢弟子們呢，好細心呢打理廟裏頭嘅蘭花。有一日呢，其中一個弟子呢，好唔小心喎，將個蘭花台呢推跌咗啦。咁呢啲蘭花盤呢，全部呢跌晒落地咗，咁啊爛晒啦。啲蘭花呢，散佈呢，成地都係。咁啲弟子又驚啦，唔係好恐慌啦。諗住呢，等佢師傅返嚟呢，盼師傅賠罪啦，同埋受罰啦。冇幾耐呢，呢一位大師返咗嚟啦，就知道咗呢件事啊。非但呢沒有生氣啊，仲反而呢叫晒所有弟子嚟呢度啊！我呢，唔係為咗生氣呢而種蘭花，我種蘭花呢，一來呢係供禮佛之用，二來呢係美化院裏面嘅環境。我唔係為咗生氣呢而種蘭花。而呢一位大師呢，之所以看得開呢，就係呢佢個心中呢，沒有蘭花這個障礙，因此呢，蘭花嚟出身呢，並沒有影響到佢嘅心中喜同埋怒啊。同樣地呢，在我哋嘅日常生活之中呢，由於呢我們呢太多牽掛啦，所以呢我們呢情緒起伏，所以呢我們呢唔開心啊，唔快樂啊。咁呢，在我哋嘅唔開心之時呢，我哋呢要想一想啦，我們呢唔係為咗唔開心嘅去做嘢，我們唔係為咗生氣呢而呢去做功課。咁呢，那麼我們呢會為我們嘅煩惱嘅心情呢，呢咗一條啦康莊嘅道路啊！呢個故事呢，到呢度就講完啦。多謝各位小朋友收聽，拜拜。